不能够理解你们那个变态的情感，我真的觉得很恶心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现在这个样子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别拿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来耍我好吗？那小丫头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OK，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。你现在就把那个小姑娘接回家，过几个月孩子生了，你又当爹又当外公的，多幸福啊！说实话，敏熙在事业上对我的确有很多的帮助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partner。我也知道，她真心的喜欢我。可以说，我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，这一点我不否认。如果不是那天晚上爱宝的出现，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情，也许我跟敏熙真的会开始走在一起。可是，就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愚蠢的错误，这个错误既伤害到爱宝，也伤害到敏熙。我真是恨自己，我都干了什么？现在再想回头都已经不可能了。但公司怎么办？我不可能让个人的情感和公司的发展搅到一起。所以，作为 partner， 有好多话我还必须当面的和敏熙讲清楚。咖啡。谢谢。你今天能够来，就证明你心里还有我，我挺高兴的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们之间真的没必要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希望你今天来，是为了我，而不是为了公司。我不想骗你，两者都有。我是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女孩，我对感情很直接。你知道，在国外喜欢一个人，就是这种表现。我在乎的是这种感觉，感觉没有了，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知道。米佳，从我们认识到一起合作，可以说是一份缘分。我们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情把所有东西都去打碎掉，对吗？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说。你有没有认真的想和我开始？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Yes！ 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做过 ，just for you。有。我想听真心话。爸，别再丢掉我好吗？可是，是不
不是因为你那个女儿？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够理解你们那个变态的情感，我真的觉得很恶心，你知道吗？很恶心，我讨厌她，我讨厌那个女人，我讨厌她叫你爸爸。我知道这种感觉你不理解。其实我想跟你说，有时候有种情感连我自己都不能理解。OK，I'm done。我不想听。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你要不然让你那个女儿从我们的世界永远消失，要不然我就不知道会再发生什么事。有句话我想告诉你，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，我只是希望你把生意、公司和情感区分开，能行吗？你可能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行了，兄弟，你也别太难过，我也知道这段时间难为你了。放心，咱们还会有机会的。哎呀，心甘情愿了，也不用这么说，这没有到最后关头呢。女人有时候在感情问题上真的很可怕。谁呀？来了。嗨，老爸，又想干嘛，女儿？来看你啊，顺便给你个惊喜。